今兒晚上給大家說這故事呀，這故事沒有任何的雜魔閒言碎語呀，雜魔前情介紹雜魔都沒有，直接奔入到主題。因為這個故事呀，它就跟齋今天講故事的方式非常相似，憑空無極待好好的出怪事了。這個故事發生地點呢，是廣東這邊的，但是它是發生在廣東的鄉下，不是城市中的。廣東呢，自古以來就富裕發達，但不代表哪兒都富裕。我跟你說，據傳說呀，中國最窮的地方在廣東，最富的地方好像也在廣東。今兒渣說的這地兒是個窮村子，村子很偏遠，都到了200506年這會兒了。村里邊兒誰家要是有個摩托車，還挺當成一回事兒的，所以這不嘛。渣們今天這故事的主人公，就是06年那年買了一輛亞國產的摩托車，買完之後在他們這村兒里邊兒呀，周邊是456的爛房子，是自打有了這輛摩托車就開始騎着，是四處的去，是東邊跑跑，西邊顛顛，看誰家吃個席呀。有個雜魔好吃的，上人那生一頓去，看誰朋友那邊打着牌，他也上那兒侵和一節。所以呢，自打他買完了這摩托車，本來之前不怎麼愛出門的，一下變得天天愛456竄去，然後再接下來就是經常是早出晚歸的，沒些日子晚上就遇上怪事兒了。這怪事兒一出，本來8000不到買的摩托車吧，開了還沒2個多月了，3500塊錢就給轉手賣了。因為這件事兒就跟他這摩托車有關係，他是太後悔了，我早知道不買這玩意兒了。這事情發生在這亞明亞，買完車大概2個來月，2個來月的這麼一天晚上，這事發的這天晚上啊，正好是廣東剛剛過完春節，正趕上連雨季，每天呢天氣特別的潮濕，回南天，而且小雨綿綿的。這亞明亞國在家裏邊兒是一點兒都不老實，由於剛買完了摩托車，天天出去瘋跑去。這天亞明亞從他們這村子開到旁邊一個叫牛尾巴村的，開到人家那個村裏邊兒，找他朋友玩兒去，然後大概是玩兒到了得有11點半或者接近12點鐘了，這才從朋友家離開，騎摩托回家。但是這天他回來的路上必須得路過一個小山溝子，是個小土丘子吧，也算是山坡子。這山坡不太高，但是兩座山坡相連之間有一道小溝渠，溝渠可挺深的，可能得有2層樓深。旁邊呢，蓋了一點兒護欄，也都是本地人建設的。那護欄挺危險的，晚上騎摩托車從這兒經過，要是沒點兒把握，或者不是熟悉的本地人，真有可能掉下去了。所以雖然亞明他自己呢很清楚這點路段有危險，但騎到這兒他還是減速了，不但減了速，把大燈調得特別遠，哼哼着小曲兒，慢慢轟着油門，只怕是前邊萬一沒轉好，一下床旁邊的小溝渠裏，那不出了事呢。但接下來亞明正在騎着，雜魔事都沒發生，只是此時這氛圍不太好，有點兒幽靜，有點陰森。亞明正在這兒琢磨着呢，怎麼還出不去這條路？正有點兒着急，忽然落蹬一下，摩托車給滅了。這摩托車滅得特別突然，把亞明嚇了一跳，一下子就熄了火了。熄完火，摩托車向前滑行，亞明馬上把車停了，停完之後在那兒轟着油門就換命的踩摩托車。這踩摩托車就是踩摩托車那啟動的那個龍的龍，就那個東西，踩了好幾腳，這車就是不着了。怎麼回事啊？這剛才來的時候一腳就着啊，怎麼現在這樣了？可是此時你別忘了，天黑快接近1點鐘了，而且又在這麼個小山溝子裏邊。你想想，他就是本地人，就是家門口，
那他是怎麼心情呢？亞明下來又有點着急，後背發寒，但是沒辦法，這車推着不是個是兒牙，所以下來就開始檢查這車。但是亞明他是個摩托車新手，他不知道摩托車的結構，根本就無從下手，只是瞎拿手爬拉，反過來還是騎上去繼續轟着油門踩着摩托車。這正踩着摩托車，咚咚的油門啟動聲正響着，忽然間亞明聽到旁邊從下邊的哭渠裏邊傳來一陣哭聲。一開始哭聲音特別小，但是逐漸的貌似這哭聲傳來的這個哭着的人像是在溝渠裏邊而朝着亞明這方向走過來似的。等慢慢快走到亞明腳下這點位置的時候，這哭聲逐漸就大了。這哭聲傳來之後，亞明一聽，頓時站那而不敢動了呀，誰在哭呀？等心裏想完了這句話之後，此時已經知道自己的手捏在摩托車的把手上是越捏越死了。當時亞明着急了，立馬一步又跨上摩托車，趕快拿轎，拼命的找活兒，但是怎麼踢還是踢不着呀。可是這個時候，下邊而渠道裏邊哭着的那個女的可是不慣着亞明了，貌似非常的明顯，離亞明是越來越近了。當時亞明說：我站在摩托車邊上，我感覺他在順着山坡往上爬，他的聲音越來越清楚了。這女的怎麼回事？哭得好嚇人呢！這下亞明可不行了，嚇得不行了，扛不住了，只得推着幾百斤重的摩托車向前跑呢。一邊推着摩托車氣喘吁吁的回頭看，別爬上來呀！可是亞明的這擔心是根本沒有用的，那哭聲貌似就在側邊的溝渠裏邊，乾脆不往上爬了。亞明往前推着車順着小路跑，小左側就是溝渠，那哭聲就在左邊的溝渠裏邊也跟着亞明往前跑。這條小道騎車可能得5-6分鐘，路長了。如果你推這個重摩托車，那得走10幾分鐘、20分鐘了，這怎麼辦呢？但是你別忘了，亞明可不是有錢人，摩托車小8000買的，他不卸呀。可是這摩托車是一點兒都不給力，他媽就不着呀。但是亞明他體力有限呢，沒跑了一會兒就氣喘吁吁了，自己不甘心呢，嚟，這摩托車怎麼就不着呀？然後馬上又挑上了摩托車，估計是抱着最後一搏的心態，我再踩上2腳吧，看看能不能把車踩着呀。結果呢，嘿，剛按住電打火儀，腳底下那麼一踩死，車着了，車熟了，馬上轟滿了油門，朝着這條小路出口的位置開走了。接下來亞明一邊開着摩托車一邊向前奔襲，盡量把油門轟快點，但是也得注意不能遮下去回別來了個鬼吹的，本來沒事兒的，掉到下邊人可就死了。亞明其實這會兒還是注意的，而且此時距離剛才聽到女人哭聲的位置也是越來越遠了。可當亞明剛剛開出這條小道去，逐漸的開始，心裏邊剛剛平靜點兒了。哎呀，終於躲開那點地了，剛才那是怎麼東西在下邊哭呀？正在這兒琢磨着了，忽然間那哭聲又來了。這回哭聲再次響起的時候，我想大家也聽明白了，可不再像剛才呀，是在溝渠裏邊而傳來，距離亞明還有一段的距離，而這一次的哭聲好像是在亞明後座上面傳來的，就在亞明的耳邊響起了。當時亞明嚇壞了，摩托車把着這個雙手呀，當時不知怎麼回事兒，就不停操作了。往左邊移一個草棵裏邊這麼一拐，噔一下就闖進草殼了。哇的一聲，摩托車翻倒，把亞明是足足摔出去了2-3米，然後倒在地上的亞明頭昏眼花。多虧了這片草還挺厚的，沒受怎麼重傷，但身體擦破了不少腦。
背也沒撞在雜麼堅硬的地方。亞明起了身，哎，我的媽呀，痛死我了！然後下意識的看下自己的摩托車啊，摩托車突突突的還在那兒躺在地上，前邊的大街頭的燈還亮着呢。亞明馬上向摩托車看去，這一抬頭啊，亞明差點又下背過去，只見自己的摩托車旁邊站着個女的，這女的穿了一件綠色的連衣裙，就站在亞明的摩托車邊上，低着頭並沒有看着亞明，眼睛直勾勾的盯着這輛摩托車。亞明怎麼都顧不上，也顧不上車事，也顧不上自己的疼痛，站起身來，朝着遠處就跑去，然後接下來是一路的奔襲，瘋狂的跑，跑了15分鐘左右，這才跑到他們村子。亞明的村子是個長條形的，他們家住在村末尾，想再跑到他們家，可能還得再跑個15分鐘，但是一看到自己村子到了，村里人他都認識了，直接就跑到村口的第一戶人家，平時跟他混得比較熟的一個小胖子家門口敲門去了。飛佬，你出來啊！飛佬在不在家啊？當時大喊大叫，大夜裏邊沒兩下就把他那朋友喊醒了，朋友他爸他媽也跟着出來了，一看是亞明。此時的亞明是遍體鱗傷，家人馬上問他怎麼了啊？亞明馬上就告訴他，我遇到鬼了，而且摩托車怎麼回事，還摔在半道上。頓時間呢，是肥佬他爸啊，就聽明白亞明說的怎麼事宜，馬上肥佬他爸就問亞明了，你說的，你遇到個村，這車好幾千，不是鬧着玩兒的，揸幫他吧，大家挨戶趕快回去準備火把，或者拿着手電筒，揸門呢，就全都奔亞明的摩托車。有人在出行之前還提議我家有雜麼雷符，那個說我家有雜麼桃木劍，都早上留下來的。然後主事的就說你們都帶上，揸門一塊兒去就行了。接下來揸門聽友就說啊，只見我們是快速的組建出來了一條隊伍，大概10多個人，有人拿着手電，有人誠心的點着火把，不是說沒手電，是好多人說這鬼怕火。我們就浩浩蕩蕩的奔着亞明那摩托車那兒就去了。要說這要是個故事的話，到這兒應該就完了，到那兒把摩托車撿回來不就完了嗎？他不是這樣的，一般寫小說才會把它寫成啊，這事兒解決了，可是往往這些事情他不盡如人意，因為等這幫人走到了那條小路上，打老遠的就看見躺在地上亮着燈的那台摩托車了。摩托車它有動靜，突突突的，等於當這幫人拿手電筒往那摩托車那邊怎麼一照的時候，我的媽，全看傻了。這亞明不是胡說八道的，他說的那個綠裙子的女的還站在摩托車邊兒上呢，一下子眾人們就害怕了，馬上也沒有剛才露出來的那股子強勢的態度了。沒事，閘門人多去的，所有人全都站在原地不動，打了閘門幾秒鐘的鈴，其中有一個帶頭的吱的一下招呼眾人把手電筒關了，趕快關掉。然後所有人偷到旁邊的草殼裏去了，等這一眾人等到草棵裏邊，大火就開。這幾個狼，你們有什麼辦法嗎？你手上不是帶着桃木劍了嗎？閘門過去砍他，還砍他了，砍誰敢去？沒有一個人敢去。這些人在草棵裏只敢拿嘴白虎聽我兒跟我說，他一直躲在他爸身後，不敢往前。這會兒他上了高三，其實歲數不少了，但是見了鬼跟歲數是沒關係的。他說海哥，你當時是沒瞧見我們，是真慫了，是接下來足足在草根裏蹲了可能得有20-30分鐘，實在堅持不住了。怎麼堅持不住了？不是害怕那個鬼，因為你呢，可能不了解廣東。廣東到了過年的這會兒，
尤其過完春節，蚊子是最多的，再加上這又是農村，你琢磨，一堆人躲在草坑子裏邊，我的媽，那不餵蚊子了，誰扛得住？所以這其中就有人當時說閒話，我只活不了。這三桑瑤的全支包啊，當時亞明不樂意走啊，他的錢在那兒放着了，但是人家跟這事兒沒利害關係，幫個忙可以，誰給你拼命啊？最後經過大家的一併商討，亞明啊，你相信我，這東西不是渣門能夠搞定的，渣門先走吧，應該沒有人會動你這摩托車的。他慢慢的作着就沒有油了，他就熄火了。等到天擦黑亮的時候啊，我們再陪着你來吧。亞明當時不走啊，但是眼前這一幕他自己也沒招兒啊，最終沒切一塊兒，我們就小心翼翼的起身，留在這草棵子裏邊兒，往後推了半天，這才慢慢走回村子去。回到村兒裏，所有老爺們就沒有了往日的那種光彩了，說話喪門的聲音也都變少了，一個個的都慫了。整整是一夜沒睡，等到了早上起來，天都快亮了，我們這才又再次去那摩托車呢。不過還好，這一路上這邊沒來人，摩托車還在那兒倒着了，但是已經熄火兒了。而且旁邊的那個穿着綠色連衣裙的女的也消失不見了，所以大家這才敢上前把摩托車扶起來，扶起摩托車來，轉頭我們就趕快推着摩托車回村兒了。回村兒的路上，我們主事兒的那個，他也不是村長，就是在村兒裏邊兒，平時啊有點兒權威的這個人就跟亞明說明，開，我告訴你啊。那個女的啊，出事的時候啊，你跟你老爸在鎮上嗎？你沒有在家裏啊，所以那女人的事情你根本就不清楚。我告訴你，你這摩托車不能要了，她肯定盯上你的摩托車了。她當初就是被車撞死到山澗下邊的。你想一想，則肯定是開不成了。亞明當時一聽，聽完沒說話。一直在那兒點頭，心裏邊八成也有數，然後後邊兒就像揸前邊剛開始說的，沒過5-6天就把這車賣了。可能你聽到這兒覺得沒什麼，不就一輛摩托車嘛，起碼亞明撿回來一條命，但不是這麼回事兒。對於我們村子那窮勁兒那個情況，再加上當時那個年代，一轉手就賠了4000多。接近5000多塊錢，亞明是承受不住的。後邊兒可能得大半年，亞明足瘦了，可能得有20多斤。我們廣東人本來就沒過130-140斤，再瘦過20斤，亞明就不成樣子了。再到了後邊兒亞明好長時間是悶悶不樂，然後等到這一年的快到年底的時候呢，亞明就離開這村子，在後邊兒就聽我們村子裏邊的人說說，自打那次亞明被嚇着之後，到現在晚上都不敢出門兒了。好了，小伙伴們，這期故事給大家說完了，大家應該能聽得出來，這期故事講法跟之前的故事不同。對了，沒錯，這就是按照渣門聽友的原稿原件就這麼通着給大家通下來的。讀是不可能的，完全是按照聽友所取的意思，完全是通着的，我沒有加以任何的藝術改動。好了啊，朋友們，那就這樣了，客的話渣就不太多說了，感謝你的收聽和陪伴，朋友們，我們明天晚上再見。